东条良心义来讲，义结金兰家当年，救家有功受重用，清廉爱民受温良。文武千岁文王爷，王尊出巡海边境，大天顺守顾百姓。妖魔鬼怪尽消除，文武王爷助众生，心为献血献心灵，消灾解厄有感应，让体流传在世间。东条良心义来讲，义结金兰家当年，救家有功受重用，清廉爱民受温良。文武千岁文王爷，王尊出巡海边境，大天顺守顾百姓。妖魔鬼怪尽消除，文武王爷助众生，心为献血献心灵，消灾解厄有感应，让血流传在世间。东条良心义来讲，义结金兰家当年，救家有功受重用，清廉爱民受温良。文武千岁文王爷，王尊出巡海边境，大天顺守顾百姓，妖魔鬼怪尽消除。文武王爷助众生，心为献血献心灵，消灾解厄有感应，让血流传在世间。